過今日要介紹嘅哪吒卡而家開啦，睇下佢搣。今次直接用呢個開啦，我已經開過一次㗎啦，上次。唔得嘅。而家開緊。呢個係哪吒第2彈嘅2元包啊！咁而家開啦。搞掂，而家整緊，整好啦，咁而家開始咯。我哋開邊邊先啊？今次就開呢邊啦，開呢度嘅先。第一包，我哋後邊嗰啲唔睇啦，後邊嗰啲係 R 卡，所以唔睇後邊嗰啲，後邊嗰啲擺翻出嚟。第一張 WR 奧剛。第2張呢張係 WR 嘅，呢張唔記得個名，不過都係一個龍王啦。下一包，呢個係第2包，有30包嘅總共。第一張 WR QR， 下一包。開唔到就呢2張拎出嚟 ，WR 綠銅，跟住呢張係 QR， 下一包，我搭好啲卡，下一包啊！第一張 WR， 第2張 QZR， 跟住2張普通卡，呢啲就係普通卡，跟住下一包WR， 跟住呢張 QR。2張普通，下一包。如果有靚卡，我就飛到最後先睇啦。第一張 WR， 第2張 QZR， 跟住呢2張 R。下一包，今次連開2包先啊！有靚嘢就等最後先睇，呢個係我嘅風格啊！而家開。WR， 呢個第一陣先睇，呢一包第一陣先睇，好冇乜問題。咁睇咗呢個先 ，WR QR， 跟住2張 R， 下一包已經出現咗1張嘢啦，不過暫時唔係最大獎。第一張 WR， 第2張都係 WR。跟住2張 R， 下一包，第一張 WR， 第2張都係 WR， 2張普通卡，下一包，第一張 WR， 跟住 SR。2張 R， 第一張 SR 嘅，下一包 WR QR， 2張 R， 下一包
一張 WR、SR， 跟住兩張 R， 下一包，唔知可唔可以中到 SGR 咧 ？WR、QR， 兩張普通卡，下一包。WR， 跟住 SR， 到下一包，第一張 WR， 第二張 QR， 兩張普通卡，到最後最後15包，今次兩包開。不如今次4包嚟啊！試下4包，有靚卡會即刻飛過嘅，即係等最後先，靚卡係最後先睇嘅。呢包實咗一陣。WR、QZR， 跟住兩張 R 卡 ，WR、QR， 跟住兩張普通卡 ，WR、QZR， 跟住兩張普通卡，因為呢包未開到。WR， 跟住 QR， 兩張普通嘅，咁樣開4包，今次都係4包，不過今次字好啲。整唔到嘅。呢包仲有我啲卡，WR、兩張 R，WR 呢張都係 WR， 兩張 WR， 兩張普通卡。WR、QR， 跟住仲有兩都係普通卡，最後仲有幾多包咧？今次一次剪晒，我睇下有啲咩券卡等最後先。等一陣先，有張卡攝咗去，等一陣。呢張跌咗出嚟嘅 WR， 我睇下先。WR、QR、RR、WR、QZR， 兩張 R， 呢張 QR 唔係呢張 SR、RR、WR， 跟住 QZR， 跟住兩張 R。跟住 SR 哪吒同埋一張 WR， 兩張 R、WR、QR， 跟住兩張 R。哦，等一陣先，唔知整翻最後一個啦。WR、
唉 ，SSR 呢張係 SSR 嘅哪吒。我再檢查一次有冇第二啲靚卡先，之前好似好運啲有2張，今次就唔知有冇2張。睇下先，稍微檢查下。就唔記得講，呢個全部都係 WR。今次 QSR 有好多 ，QSR 都齊，都係齊嘅。跟住 SR 睇下先，都得，應該咁樣睇下啲 R 先，有冇藏咗啲乜嘢落去 R？跟住卡包，應該就冇啦。咁即係得呢張啦 ，SSR 哪吒，只係得呢張哪吒啫。拜拜。